哎，我拜托你们不要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天才来交件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啦，不是，可是这个防火管理人的资料啊，我也不太会写，哎，我教我上面名称纸，哎，小姐，请排队好不好？小姐，我家阳台出现了一个蜂窝，立刻来帮我们摘掉。先生，捕风捉蛇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业务，是农业局，请你联络他们好不好？谢谢哦。哎，你怎么讲跟那个119一样？你不要这么官僚好不好？对，住址。我家就住在你们分队后面的巷子里，你们就来一趟，也不远呐。来，农业局电话在这里，你再打电话给他们啦哈。这个我打过了，他们就说他们人手不足，后天才可以来摘。可是我们这是消防队，不是捕风大队。不好意思啦，你看我们现在也很忙，我真的没办法帮你。你们这些公家单就只会推来推去，米虫啊！湾台，同安9要抵达现场。不好意思，快一点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公刚刚被蜜蜂蛰到了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刚说很痛，然后我刚去打119，但我打回来之后他就昏倒了。阿贝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阿贝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OK 了，快！结果不好意思，小心哦，快点，快点！结果，快！小心！结果，不好意思，病患被蜜蜂蛰，事故女性休克，CPR 10分钟，给了2支包瓶。爸！此外呢，各个政党的议员也在市议会之前的时候，在那边。对于害死一个结果有什么话对家属说？你结果，我延误这农业局，你干什么？害死人不是应该告诉住民一下吗？这是好不好？这是你们消防队的责任吗？这不是你们消防表一下了吗？延误说明你们要负责是不是？解释。让开！哎，你还好吗？捕风捉蛇本来就不是你们的工作，而且你们局长早就宣布这件事回归农业局了。